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8册第2课台湾文化节。咱台湾节日多，南北各地有灯会，大溪温泉节、华东丰年节、石门放风吹、白河看莲花，阁有大甲妈出巡，祝福大家拢好运。练习石门风吹节、3二木雕艺术节、大甲妈祖文化节、古坑咖啡节、白河莲花节、宜兰通湾节、花莲石雕节、台东色徛节。阮要去参加大甲妈祖文化节，你敢要做伙去？我要甲朋友去古坑啉咖啡。古坑敢是伫嘉义市，伫婚姻馆啦。你真正是德高斗菜刀呢。